起来！你干嘛在我房间啊？臭不要脸！喂！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0.01公分，但是1/4炷香之后，那把剑的女主人将会彻底的爱上我，因为我决定说一个谎话。虽然本人生平说了无数的谎话，但是这个，我认为是最完美的。不是，为什么连你也要杀我呢？还用问吗？还请姑娘明示。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明明认识我，却要在牛魔王面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这是无义；你家中尚有发妻，却仍要在此成亲，这是无情；你都要跟牛香香成亲了，却要拉着我的手，这是无礼。无义、无情、无理，你说你该不该死？回答我！你应该这么做，我也应该死。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的面前，我却没有好好珍惜。直到我失去之后，我才后悔莫及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。你的剑就在我的喉咙上割下去了，不要再犹豫了。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会对这个女孩说3个字：我爱你。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以期限，我希望是1万年。那你怎么向你的娘子交代啊？一定要交代，我必须要把月光宝盒拿回来，带你一起回去把事情说清楚。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，我也不管后世的人会怎么骂我，我一个人扛得住。你不会骗我吧？但是，我痛恨我自己没有本事拿回月光宝盒。我帮你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你不想？想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快帮你拿回月光宝盒。走吧。对了，子夏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问。当日你要我陪你做3件事情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快点让我拿到月光宝盒，而不被青霞所害，可谓是煞费苦心。可唯独这爬山这一事儿吧，我始终到现在还是不明白。没什么，就是想跟你一起看风景，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哦。你怎么不走啊？你怎么不走啊？你先走啊！哦。子夏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刚刚我的心突然好痛啊。那现在呢？好多了。谣言呀，夫人呀，纯属污蔑我。鬼才相信你呢！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他是谁？问你呢，他是谁？哎呀，对呀，贤弟问你呢，他是谁？你倒是说话呀！他我发妻。哇，贤弟啊，你太过分了！好兄弟，你还把你妹妹嫁给他？
所以他老婆看不下去，过来砸场子呀。我才不相信！你给我说清楚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不是说了吗，嫂子？哦，嫂子了。对不起，应该是牛夫人，对吧？以前陪人家看月亮的时候，老叫人小甜甜。现在好了，新人胜旧人了，就叫人牛夫人了。小甜甜，笑什么？你以为我不远千里，就是为了那头臭牛吗？我就是为了你这个没良心的臭猴子。没想到这个臭猴子欠下了这么多风流债。你才知道啊！我不管，你晚上在这等我，我要跟你说清楚。如果我是你，我老公要讨小老婆，我就死了算了。真的？对，没错。不过要先把你给阉了。走。哎呀，夫人，臭猴子居然敢这样对我！哎，香，哎呀，羞得无礼呀！活该！哥，你要替我做主。做主？哎呀，做什么主啊？过几天就是你的大喜日子，管好你自己。香，先冷静一下。不是，哎，不是哥，孙悟空，你给我等着！帮我洗。哼。子夏，我相信你，我现在去帮你拿月光宝盒，今晚在这见。我要找那个臭猴子算账，放我下来！算什么啊？下来，放我下来！哎呀，你们两个看着小姐，别让她跑出去了。放手！香，你乖乖的听话，成亲那天哥哥自然会放你出去的。我不要成亲，我要找那个混蛋算账。香啊，香，你们两个是死人吗？你看你这小姐啊！哎呀，小姐，你别难为我们了，多大个姑娘家了，还这么任性啊！让开！不让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把东西拿出来。不是这个啊，就是你们常常用来对付母牛精的那种东西啊！大王，拿出来呀！本来想留给紫霞用的。香啊，哥哥对不住你了。放我出！我靠！又坑我，是我亲哥吗？站着，别乱来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怎么对你了？啊！我从认识你以来，我碰过你手指，我碰过你吗？你这么说的话，我会很委屈的。你还说没有？那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我那是为了哄你睡觉，而且熬夜对女人身体特别不好。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就是杀了唐僧，然后栽赃到你头上，给你孙悟空安一个欺师灭祖的罪名，让你被人骂死。我求之不得呀！你赶紧去给我把那个死秃驴杀了。你要是杀不了他，我瞧不起你，反正这个锅是孙悟空背。哼，就让这黑锅来的更猛烈一些吧。孙悟空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是不是爱上别人了？没有别人。你犹豫什么？你说没有就是有。你说实话，那个人是不是紫霞？
紫霞可是你哥的新夫人，这种话可不能乱讲。我知道了。我做这些，就是为了让你知道，我对你一片真心。他日我若负你，必遭万人唾弃，任打任骂，绝不还手。好美呀！女为悦己者容。哎呀，看夫人的样子，一定是想起当初我们恋爱时的往事了。虽说紫霞这个磨人的小妖精让我朝三暮四，哎呦，可是最难忘的还是风韵犹存的结发妻呀！哎呀，不行，我要对她好一点，只有把她哄回了火焰山，我才能安心的纳妾呀！就这么决定了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摘了点水果给你吃啊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哦，我临时下山去买做买卖。对，做买卖。山上人多口杂，人多势众，不做点买卖，养不活那么多牛啊。哎呀，大王，你最近学了不少成语啊。哎呀，这都是美人你教导的好啊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差不多1个时辰。你放心好了，不会耽误我们烛光晚餐的。水果等我回来吃吧。好，那你路上小心，安全第一哟。好，那美人我先走了。拜拜。大王，在不在呀？我呀买了水果给你哟。大王，你是不在房间还是故意不理我呀？那我直接进来啦。这么会演，你不当演员当什么仙子啊？切！哇，房间这么乱，我替你收拾收拾啊。神经病！听说过藏东西的小人，没听说过偷东西的臭牛啊！这个香香又蠢又不检点，还想嫁给孙悟空。妹妹，是你呀？在偷看什么呢？我看什么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怎么就不关我事？这是我家，你在偷看我丈夫的房间。哼，你别忘了，你家在火焰山，好吗？这是我家。再说了，现在是你丈夫，以后是不是还不一定呢？哦，我倒是看谁呢？原来是在看你未来老公的旧情人呐！你胡说什么啊？原来你还不知道啊！
这紫霞她是孙悟空的原配，他俩恩爱有加，情投意合。你嫁过去，顶多也是个妾哦。你放屁！紫霞最多配得上我哥那头大牛，孙悟空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哼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如你了？这话我没说，是你自己说的哦。你这个不分尊长的臭母牛！我今天作为长嫂，好好管教管教你这个没人教育的臭丫头。来就来，谁怕你呀？你们都在啊？你居然拿剑刺我，跟我动真格的了！哎，我说你俩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哎呀，我是说你们两个有事情啊，好好说出来解决一下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孙悟空有一腿。有一腿又怎么了？你自己管不住自己男人，还怪别人了？哼，你还好意思说别人管不住自己男人？你自己男人都快休妻纳妾了。你说什么？牛魔王要纳谁？还有谁？他喽！脚踩两条船的贱人，勾引我哥不说，还勾引孙悟空。我杀了你！哎！一位宇多气场。不要乱扔东西嘛，真是的！疼死我了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美人帮我取下来呀！放轻松，你手上这个是什么啊？出差呀，买给铁扇的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嘛。铁扇。老公，听说你要纳妾啊！不是这样的，夫人。原来这个紫霞就是孙悟空的这么解释啊？日子不长，胆子见长啊，居然敢纳起妾来了！你把我放在哪里？还有，这个紫霞原来就是孙悟空的前妻呀！你竟然敢骗我，让我嫁给一个有老婆的人，你还要娶他老婆啊？不是这样的。你说呀！以前老陪人家看月亮，一口一个小甜甜，如今发妻还在，却要娶新老婆，这无情无义的负心汉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惨了惨了，香香这个臭丫头把我出卖了。楚婆娘要是动起手来，我就别想结婚了。不行，先把楚婆娘哄开心，送回火焰山再说。都怪自己多看你一眼，那眼神让人再想你一遍，想让你快乐点，让你在身边，然而也别去。买给我的。当然，夫人，虽然平时你给我的零花钱太少，但是我都攒下来了，300多年了，才能买得起珠钗送你。这300年，辛苦了，教你都瘦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每天见不到你，又很想你，你说辛不辛苦啊？想你想到自己哭出眼泪，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。
别想一个珠钗就把我打发了。哎呀，夫人怎么会呢？我还有别的礼物要送给你啊！来人呐！大王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去把沙僧和猪八戒拉到厨房煮了，给我和夫人下酒。是。傻牛，我觉得大王也太奇怪了。本来是要休妻娶紫霞的，怎么还跟铁扇公主卿卿我我的呢？哎呀，这男人啊，这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能见一个是。那你觉得大王是更喜欢夫人呢，还是更爱紫霞呢？当然是紫霞了。要是娶了紫霞，这是有糖醋肉吃的。哎呀，今天晚上只能吃他那2个蠢徒弟了。哎呀，有的吃就不错了。站住！你们说什么？说大王爱你，不是这句。啊，我们说大王要是娶了你，那是有糖醋肉吃的。最后一句。今天晚上吃。不说是吧？不说，把你2个先吃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今天晚上要吃猪八戒和沙僧，咋的了？仙子，仙子，夫人，你先回房休息一会儿，晚饭的时候我再来叫你。哎，夫人，莫懂。虽说对付女人简单，可是哄起来真的很累呀。大王，紫霞仙子听说你要请夫人吃沙僧跟猪八戒，她在牢房里大发脾气，他还打伤了咱们好多兄弟，还放走了猪八戒和沙僧。惨了，大王生气了。紫霞终于吃醋了，吃醋就说明在乎我啊。美人啊，美人这是怎么了？谁让你来的？我现在最不想看见就是你，走。美人，你一定是误会我了。误会？对，我是误会了。我误会你对我一往情深一心一意，可你呢？你竟然还要为铁扇公主设宴。好，你要是旧情难忘，你可以直说，我现在就走。美人，哎呀，我只是想暂时安抚住她，我心里只有你啊。只有我。说什么要去做买卖，其实就去为他买珠钗。美人啊，我送她的珠钗是假的，路边3文钱一个买的。假的？假的你也没有送我一个呀，我怎么可以看到你真心？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美人，美人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月光宝盒。美人，我送她假珠钗，就是想让她赶紧回火焰山，我们好成亲啊。只有美人你才能配得上这个宝贝。要我原谅你啊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今天晚上你就必须向所有人坦白，你要休妻娶我。记住啊，只有今天晚上，不然你就会永远错过我。我答应你，我答应你。而且我看了今天晚上星象，如果呢今天你提分手的话，成功率100%。今晚一定分手。好了，我有点困了，你去准备晚宴吧，我要休息一会儿。好。哎，你干嘛？帮你收拾啊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。我不会吵到你的。你走不走？好吧，美人，那咱们晚上见。走。如果到时候你敢跟铁扇公主提离婚，嘿，她不把你暴揍一顿才怪呢。到时候我就拿着月光宝盒和至尊宝一起远走高飞。大圣，大王说今晚设宴，宴请铁扇公主，请你一起参加。朱总。对了，一定要准时。朱总。
就是今晚，我约了牛夫人。牛魔王如果约了牛夫人的话，他应该不会来了吧？牛夫人，不，我不是牛夫人。今晚我不会去赴宴的，咱俩不见不散。我这又是要赴约，又是要赴夜，还好今天晚上紫霞陪我。月光宝盒我拿到了，今天晚上我来找你，我们一起远走高飞啊！今天晚上，又是今天晚上，啊，还月光宝盒，月光宝盒，我拿到了，我就知道你最给力了，紫霞啊！等我，静静。好啊，这下有好戏看。哥哥，气死我了！你要替我做主，不对也要替你做主。做什么主啊？香香，慢慢说，怎么了？你还记得你妹夫孙悟空吗？当然贤弟啊。那我问你，铁扇公主是不是我嫂子？香香啊，你问的都是什么白痴问题啊？你没事吧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你妹夫跟我嫂子私奔去了。哎，好啊好啊。啊？什么？臭狐子竟然敢勾引大嫂！哎呀，我就说今晚不对劲嘛！哎呀，大王你干什么去啊？捉奸呐！走。至尊宝，你在吗？我进来啦，至尊宝。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该不会是睡着了吧？怎么说的我都有点困了。不行，我要坚持住。至尊宝，至尊宝。至尊宝。贱人！紫霞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紫霞，你怎么了？孙悟空，你给我出来！说你呢，你给我出来啊！糟了，这种情景如果被牛魔王看见的话，我就不好了。先走吧。你不要动。哎，大师兄，不是，你干嘛抱着一个女的呀？师傅已经走了，让我们在300里以外等他。等等，有情况！哎呀，前面有埋伏！用眼就看出来了，还听什么听啊？
这个容易搞定，交给我。你去吧。你还说她不是你的女人？是你弄伤了她。没错，这个女人一天不死，你就一天不会回到我身边。这种事情怎么能勉强呢？交给上天安排啊！你放屁！天意让你喜欢那死胖子，你喜欢吗？如果上天真的是这么安排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呀。好，那就不用上天安排。你想干什么？一分炸开！我要把你和石头交换！走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几个大活人找了一晚上都找不到。大王，大王，家伙院都找了，连茅坑里都没有。紫霞仙子也不知道去向，可是昨天守夜的牛说没有人离开，没有看到铁扇公主。泡壶茶来。哎，给大王上壶茶！快！泡，你还真给我泡茶，谁他妈喝呀？滚出去找，等会儿再回来呀！滚呐！一群废物！干嘛？我有个提议，行不行啊？我是傻牛，不是笨牛。如果这样做的话，还能透出紫霞仙子的真心话哟。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难道是消息走漏了吗？怎么满院子都是小妖？死猴子，大热天还盖什么被子？害羞吗？害羞？哈，你练了是不是？哟，好结实啊你！嚯，还当当的。这大腿，这小腿，跟钢一样。哦，我快把持不住了。玩我！讨厌，还有毛刷刷的嘴巴。臭牛，居然敢冒充猴子来骗我！先不辛苦，我亲热的，我先掐死你，再去收拾臭猴子。这是哪儿？啊？怎么可能？
哎，还我真身，我一定要换回来！老沙，你干什么呢你？你怎么能破戒呢？还是色戒？你干嘛？哎呦我去！哇塞，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啊？难道我进入牛香香的身体？别摸我胸！啊！手拿开！喂你，你们两个人怎么变身了呀？大师兄，你看，谁让你变成我的？你，难道他们两个也？哎，子夏，哦不对，子夏，你没事吧？快！快上来！至尊宝，你就那个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至尊宝，我要杀了你！喂，太重了，受不了了。孙悟空，你果然还是放不下我。孙悟空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好好的在一起。完了，一心幻影大法一定发生在此时。那会儿青霞跟紫霞一定在交替，紫霞一定还在石碑那儿。神经！孙悟空，你去哪儿？说好在一起呢，你又要去哪儿？至尊宝，放开那个贱人！我要杀了他！好啊，你杀不了他，别走啊！喂，呀，哼，嘿，哼！大师兄，哎呀，大师兄，你看我变成那臭娘们了，怎么办？是吗？我看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沙师弟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去后面给我把那个青霞干了。那个不是二师兄吗？虽然他现在变成了猪八戒的样子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他并不是二师兄，所以你的下手一定要快、狠、准，明白了吗？嗯，去吧。不准用我的身体跟那胖子死磕！就你有肉身啊，我也有好吗？臭娘们，谁让你跟我换的？像不像？紫霞，紫霞，哪儿去了呀？刚不还在这儿吗？这怎么办？找不到紫霞，就找不到月光宝盒了。至尊宝，紫霞，紫霞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大师兄。哎，你干嘛摸我呀？你怎么又变成猪了？猪得罪你了吗？大师兄，你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呀？我错了，知道错了就好。你们是在玩变身吗？哎呀，我怎么变成女人了？我怎么知道？刚才跟我说话的还是紫霞呢。不过，你现在确定你是猪八戒的人格？那你知道月光宝盒的下落？我当然知道啦。你快告诉我呀！你在说什么呀，大师兄？你刚才不是点头吗？你到底是谁呀？我是紫霞。那月光宝盒在哪？我是你二师弟呀！哎，大师兄，哎，想我驰骋天上地下这么多年，还能安然无恙，肯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啊！大师兄，我劝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啊！看你这般好色，手无缚鸡之力，经你是娶不了了。
不如让我来做大哥。哎呀，虽然我不做大哥很多年了，大哥你来做，经你也去取，我只想要回我的月光宝盒。月光宝盒我找到了，它就在哪儿？大师兄，沙师弟呢？沙师弟，师弟啊！哎呀，糟了，我身体里怎么还有一个人啊？哎，你是谁啊？我是紫霞，你是谁呀？我天蓬元帅啊！天蓬，你怎么不在我身体里啊？你快从我身体出去！哎呀，我的身体在哪儿呢？我都不知道啊！借我用下会死啊！我不愿意，你快点出去！喂，我就不！哎呀！臭死猪！不要打我身体！我就打！谁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办？出去！不出去！我出去！哎呀，就不出去！你不是紫霞，我不跟你打了。我是青霞，怎么了？只有那个贱人才配跟你打吗？我只想杀紫霞。想跑没门儿！哎，你俩别打了，再打下去累不累啊？我让你们再也编不回去。我靠，这么打下去，我人格很难有完整的肉身安放。好棒啊，老沙，你知道吗？我愿意有这样的一个人，让我爱上他，让我不再计较得失，让我不再心猿意马，让我不再随波逐流，因为我知道，当我爱上他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遇见了最好的自己。哎呦，大师兄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我们不是要去300多里的地方找师傅吗？哦，对，那跑快点。至尊宝，你们知道去哪儿啊？你快告诉我月光宝盒在哪儿！哎呀，你先告诉我，我到底该怎么赶走体内的猪八戒啊？我现在根本控制不了他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呀！别急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。你先告诉我，你现在是怎么战胜猪八戒的人格在跟我对话的呢？我发现啊，猪八戒啊，他人格总是分神，脑子经常空白，有的时候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就靠这个空隙夺回我自己的身体。但如果他一留神一回来，我就又被压进去了。他想什么呢？这猪八戒。没事，等会儿他再冒出来的时候呀，我给你问问。好。大师兄，哎，我们怎么停下来了？快走啊！等，八戒啊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哦，你在紫霞的身体里面感觉怎么样？太美好了！哎呀，我现在没有了这个大肚子，我走路的好快呀！哎呀，而且这个猪鼻子也没有了啊，空气都清新了好多啊！最重要的是，你拉着我的手的时候，我感受到了爱情的力量。越是这种时候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呀。大师兄啊，你不懂一只猪的思想啊！哎，我曾经幻想过无数次自己是个俊男，如今到了紫霞的身体里边，哎，虽然她是个美女，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卑呀。这种紧急的时候，你还有空自卑？应该享受啊！我一直怀念我的猪面孔啊，我担心如果万一我换不回去啊，我接受不了啊！别问了，让我哭一会儿吧。怎么样？他说什么没有啊？啊？我明白了，每次你冒出来的时候，都是猪八戒黯然神伤的时候。啊？他是因为你的美而感觉到自卑。啊，真的啊？哎呀，说的我好高兴啊！不行，我还是要夺回自己的身体，为了月光宝盒。孙悟空，我终于追上你了。
青霞，嚯，哎，才多久没见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打岔，月光宝盒呢？忘了拿了。嘿嘿，我骗你的。等等，你拿月光宝盒干什么？跟我远走高飞啊！死肥魔，你别拦着他。哼，原来是这样。肚子好痛，我心里好痛。这死猪肯定是吃坏了肚。哎呀，他就是装的。来，你又在装吗？这么痛苦的事情，我装得出来。紫霞，我们俩还在佛祖那相依为命的时候，我最怕的事情就是生病了。每次交班的时候，你都会给我准备好药丸和叮嘱的字条，难道这些你全都忘了吗？既然你们是姐妹，又何必自相残杀呢？你把宝盒给我吧。姐姐，你忍住，我给你点穴疗伤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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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是不会和你远走高飞的。呀，你骗我！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心太软。我只是给你个教训啊！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月光宝盒明明是我的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要抢它？至尊宝，月光宝盒我替你拿到了，我的爱情你也得到了。现在我要嫁给你，我要给你生猴子。生猴子这种事情不能着急，特别是……喂，飞鹏，你放开他！哎呀，紫霞，至尊宝就是我的情郎孙悟空，你为什么几次三番的破坏我的感情？谁的情郎还说不定。哎呀呀，你别跟着我行不行啊？哎呀呀，你放手啊！你别拽着我，我要去找我大师兄。老沙，你真的好有男子气概哦！我第一次有被人收服的感觉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妹子，我不泡你，你泡我干啥？你泡不泡我是你的事，我泡你是我的事情，两不搭嘎嘛。放手！放手！你不放手，信不信我揍你啊？我不信，我也不放。哎，我靠，你好歹还手啊！人家见到你就走不动道了，哪还有战斗力呀？Oh my god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！你干嘛呀？紫霞，我要杀了你！哎，你不是喜欢我吗？干嘛要杀紫霞呀？我可是有仇必报的牛香香啊！呀！搞什么呀？紫霞，我要杀了你！来得正好，紫霞，你这次死定了！呀！这么大一个地方，我竟然找不到一棵吊死的树。疼吗？臭婆娘，都是你来搅局，不然的话我早就娶到了紫霞，哪会有这么多事端呀？哼，你这个大色牛，你复杂的五官掩饰不了你朴素的智商。你太狠了，夫妻一场，你的言辞伤害到我了。哎，我哪句话伤害到你了？麻烦你再告诉我一下，我再说10遍。你倒是去找你的小情人至尊宝啊！不过他的女人多着呢，什
什么时候能轮到你这个黄脸婆还不一定呢。争了这个有什么用？你的紫霞不也在他手上吗？哼！看你还能往哪儿跑？哇，牛兄啊，你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？我伤得严重，难道那个黄脸婆会伤得比我轻吗？孙悟空，孙悟空，你骗我骗得好惨呐！你怎么那么忍心呢？啊！霞，你最终还是属于我的，跟我回去吧。孙悟空，他又是谁？其实我……你不用跟他解释，他是我的。哎呀，原配都来了，你还敢娶我？臭牛，我们离婚吧，各自追求真爱，谁也别管谁。黄脸婆，这么多年了，我第一次佩服你的办事风度。你要你的，我要我的，我们现在就离婚，不准离婚！紫霞，你干嘛？我就把你找回来了。你快去啊你！至尊宝，你看到情人厮杀，兄弟反目，请问你现在是什么心情？哎呀，你别烦我大师兄了，赶快把你哥他们赶走，走。去干什么呀？你走啊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把月光宝盒抢回来，好让你跟你娘子离婚。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，我没话说。真的？你都已经这么讲了，我还能说什么呀？我。黄脸婆，你的小白脸都跑了。跑都跑得那么帅，我好幸福啊！咦，美人啊，我现在什么都有了，你可以安心的跟我成亲了吧？事到如今，没办法，我还是假装跳一下吧。悟空，别跳，别跳！好，我不跳。悟空，我在这儿啊！死猴子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，你等一下啊！
你居然说不要我，还把我的腰带打飞。铁山啊铁山，你太失败了，空跑千里，为了找一个爱你的人，他却宁愿死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。昨天、今天、过去不再回来，红颜落下色彩变。为什么世事那么无常？直到现在，爱还在，远去等你漂泊白云外，痛爱让人悲哀。当你明白无常，你就不会张扬。今日华丽风光，明日可能狼藉一场。当你明白无常，你就不会悲伤。今日愁云惨淡，明日可能满天阳光。得有什么喜？失有什么伤？得失也不过空话一场。大哥，仙人说的是这地方吗？为什么要爬山啊？仙人指点的地方一定有他的用意，别问了。好嘛，大哥，这神仙也会疼啊！啊，他是迷迷糊糊、迷三道的，你确定咱们要听他的？你这就不懂了，仙人哪像你们两个那么浅薄？他说的疼，一定有他更深的含义，了解吗？啊，要不是仙人搭救，咱们三个怎么可能重获自由，再度拥抱蓝天白云、星辰大海？你们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啊，你这个笨蛋！哎，仙人别生气啊，绝对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。他最近没有健身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大人有大量，大人有大量，大人有大量啊！毕竟咱们之前企图打劫这个仙人，依我看来呢，必须要让他亲口承诺，以后咱们的责任永远不追究了，这样我们才可以走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无忧无虑的闯荡江湖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大哥想的太周到了啊！你看他现在这个神志不清的时候，咱们写一份免除咱们所有责任的合同，让他签字画押，你知道怎么样？太周到了。你会写合同吗？不会。哎呀，仙人，来，大哥，你看这什么东西？哎呀，你看看这神仙吃的东西，它一般都是宝物啊，收是吧？这能是宝物啊？是，那收起来，收起来。来，慢慢来啊！走，还走？去哪儿啊？500年后。走！啊！不对，走。哎，别！什么不对啊？明明写着盘丝洞3个字啊，怎么不对啊？不是这儿，不是这个时空。什么？大哥，他说什么呢？大哥，这世界上是不是有很多地方叫盘丝洞啊？说山不是山，仙人说话果然高深。我去！